那个这句往后一点点，那个，你现在加一个东西哈，就是，例如说天顶的云，一缕一缕是愈看愈高水，你就也是用念的高八度，愈看愈高。天顶的云，一缕一缕是愈看愈高水。不要拍子，愈看愈高水。OK。其创作意义。除了啊，袂讲钱啦，讲生笑挑故意的，无啦，毋是啦，意义其实就是讲，因为台语算是阮阿公妈甲我教大汉的，这是因会晓的语言，因甲我教的，所以会使用因甲我教的语言来写一首歌。我感觉上重要的是会使互因知影，恁教孙仔的即件代志，是有效果的。尤其啊吼，若是得奖，因就会使甲厝面隔壁讲啊。懂我意思吗？就是你们好像对话的感觉，就是他有唱歌，然后你底下有一个剧情在，他在讲话，讲长一点点。就是我最后一个音都要把它拉长。不一定，不一定。只是说看那个音是版应该怎么讲的。哦 ，OK。碰气就短音没有。一缕一缕是愈看愈。这样，对，就这样。我觉得就是你要有一个那种跟小朋友去玩那种，你跟小朋友讲话一定不是这样讲话嘛。OK。对啊，你我跟你说那个什么什么什么，就是会有那种戏剧感在里面。咱做囡仔歌吼，上重要就是爱互动。我感觉互动这项物件对囡仔来讲最重要的。好啊，你若讲给他一个场景，好，啊，伊学物件就紧的。愈看是愈高水。啊，讲高一点。你掠着鱼啊，我捌着桥啊，看甲想要食饭啦。就是这是碰气，迄是来子。啊，而且嘛会当就是提醒囡仔讲，莫一直看手机啊，有时阵你若是有闲的时阵，就会当抬头看云啊，你的心情就会变做足快活的。这是碰气，迄是来子，港蕊就无港因为我感觉想象力是童谣一个很重要的部分，除了那种教学以外。对啊，啊伊这歌我感觉趣味啊，因为我会当想象讲，我若家己的词刻出来就好啊，家己刻出来，啊我定编刻变什么款，所以讲就是我有选这条歌。